中南部最近有真侪社区活动中心，像歌唱班、像歌友会、像老人会等等。这个伴唱机的业者拢甲要求讲爱付租金，无就袂当办活动。甚至一寡热门的歌曲，嘛互业者买走权利。若是唱其他的版本，依法歌词就袂当出现伫个荧幕的面顶。这是引起着退休族强烈的不满，号召将近1000个乡亲包车就罢抗议。将近1000名抗议民众大声喊口号，包围智慧财产局用唱的监管役。真侪拢是歌唱班老人会阿公阿嬷，也有歌唱老师拢站出来，因讲伴唱机业者独占市场，被恐吓要收钱，一个月收5000，一档6万，就算用强制收款方式唱卡拉 OK， 有歌曲无字幕。歌唱比赛的单位，全国各单位都造成很大的困扰，感觉上就觉得好像是被恐吓了，存真信函呐，或是抓到一首歌要花多少钱。因包游览车就罢抗议，送到定检署。立法院已经有法案在处理了，智慧局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努力。隔壁点名厂商嘛话要讲。以公益为名呢，然后呢，事实上他们是要迫使未来使用任何歌曲都不用付钱。我想这不是促使了台湾音乐能够发展的一个方向。业者法院拢讲，这新歌版权费用悬，真少同业愿意投资，乃会当讲是独占市场。若是爱唱歌的民众，伊嘛讲因愿意付费使用，两边安怎协调，修法是不是当符合需求？只希望当互因安心唱歌。